講過。好，有請阮建宗委員。唔該主席，今日多謝部門啦，咁好詳盡嘅回答啦。今日主要嘅都係負責可能真係一啲人口老化問題啊，或者長者一啲服務嘅一啲部門。社會福利署好呢個衛生署好，醫管局好，甚至乎勞工處好咧，你哋都做好大準備。不過我調翻轉想問，我哋其他部門準備好迎接我哋呢個超高齡社會未咧？我記得我哋今年喺唔同嘅委員會咧，都有舉咗好多唔同嘅例子，令到我覺得部門其實係咪真係準備好咧？簡單而言，我哋老人家等巴士，想揾個地方坐，冇部門都可以回應到嘅。再簡單而言，去公園整個廁所又話整唔到，老人家去個公園要行成1000米揾個廁所，呢啲又係未準備好。地鐵炮台山地鐵站，無數咁多人同我哋講話，哇點落啊，行咁多級樓梯，成日又要拖住重嘢，又係冇回應。巴士公司係咪？甚至乎去到房委會嗱，我想強調係喺年齡結構咁大嘅轉變底下咧，我哋唔同部門都係面對緊，必須要調整佢哋自己嘅政策，調整翻佢哋嘅方向同埋資源分配。舊時可能我哋後生仔多，你咪可能多幾個踢波足球場咯。咁你而家嗰啲踢波足球場好老實講，有時吉咗喺度，你會唔會考慮即係部門會唔會我哋轉翻做一啲老人設施咧？即係一個好簡單嘅諗法，就會令到整體社會嘅風氣改變。我哋關注我哋嘅長者，了解佢哋嘅需要，幫佢哋做多啲佢哋需要嘅設施出嚟，就係真真正正令佢哋有獲得感同幸福感。我希望咧，除咗今日嚟嘅幾個部門之外，其他部門咧都一定要共同去認清楚我哋面對嚟緊10年後30幾個%啊，係極度誇張㗎。如果你今天唔去改變思路，我哋點可以準備10年後問題咧？多謝。好，有請。